依照韩剧理论，无数的爱情神话都是由撞车开始的。欧巴，哟，어떡해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帅哥，不好意思啊，不是故意。石墨，郑宝珠的前男友，池氏集团的总裁。不是池墨吗？那离郑宝珠还会远吗？这位先生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是有苦衷的。我男朋友刚抛弃了我，他带着小三跑了，还捐走了我所有的钱，所以我现在开车我赶到机场去，我去把他们追回来。机场在反方向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而且你看你一个大男人，我一个小女生，没什么好跟我计较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一开始你就跟我道歉，出于为了节省时间，我也不会跟你一般计较。但是你却选择了撒谎演戏。接下来你仍然有机会，但是你却选择了耍赖。宋同志，在。这件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你跟这位小姐算一半。小姐，你是要报案呢，还是要私了？我赶时间，我们私了吧？私了怎么算？我看这位女士也没什么钱，这样吧，赔我们5万。5万？疯了吧？抢劫啊！哎。你调查我，小姐，这下可不只是赔钱的问题了。啊！既然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。没错，我是收集了你的资料、你的照片、你的兴趣爱好，那都是因为我喜欢你。我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对你造成困扰。但是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，我就是喜欢上了你。你说爱一个人有错吗？没有错，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，我就是想离你近一点。也许我困扰到你，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。石头，干嘛？把我拉起来！你干嘛？你有病吧？我是石头。拜金女我见过，像你这么拜金的我还第一次见。机智，哼，总算逃过一劫。哼，拜金女，你才拜金呢！时间不够了。加车速。找到了前男友，前女友还会远吗？郑宝珠，我来了！怎么样？入场券搞定了吗？入场券没有。
但是你穿这个一定可以进去。说好了入场券呢？可以的，那我吧。郑小姐来了。真巧啊，郑小姐也在这儿。迟墨，我记得3年前3年前，郑小姐的记忆力还真是好啊。你一定要对我冷若冰霜吗？这只戒指对你我有着很重要的意义。今天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它拍下来，只想补偿你。郑小姐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是迟家的事情，外人还是不要插手。郑小姐，我看迟先生好像不领情啊，那这戒指还拍吗？拍。迟墨，3年了，你还在生我的气。据《史记》年表载，鲁国西北，陨星如雨，雨雨斜，从外星坠落到地球一场规模庞大的神秘流星雨，举世震惊。这场流星雨留下了2颗极品陨石钻石，大家眼前这枚陨石戒指，就是2颗极品中的其中1颗。这是我们拍卖会今天拍卖的第1件拍品，它的底价是80万。我出100万。现在加价到180万，180万第一次181万200万。现在加价到200万，210万500万。，500万，这下子有好戏看。 500万第一次，500万。总算已经成了，不要冲动。那个戒指是我们迟家祖传的，我不可能放弃。510万，510万，600万。 ，600万，居然能来这个价钱！现在加价到600万，这还让人怎么拍呀？600万呀！哎呀，这个价钱真是……郑小姐，600万第一次，郑小姐，郑小姐，站住！哎，石总，石总怎么了？石总，石总，让开！对不起各位，由于突发状况，我们现在中场休息。